对，旋转来了，有了啦，出货了。现在这个应该比较难的，因为这没得挡。这边还有个打靶，有点像用捞的，全爆快丢。对啊，这角度比较好抓。然后指的比较长。哎呀，这个比较大。好，稍微大，它冷气玩起来非常舒服啊。对啦，这播了，东山西路出现了。当守门员嘛。对，他放在 K 牌里面帮守门员。你能不确定不赌一下吗？有点空隔壁那一台比较好打，隔壁那有了吧？我在打那个位，哇，有点猛。点数蛮高的，所以他的防御比较多。这没点数，来，出吧！跟你的可能带合照。哇，拉起来，好。研究。哇，没过，差点。来一个，出货了！哇，赞哦！